博康村裝修起貨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睇下。首先係玄關嘅一體式到頂儲物櫃連上格床位，先俾大家睇下儲物間隔，背面嘅部分就留陣間再仔細介紹。正對門側邊都活用空間做咗鞋櫃，上面可以做儲物，下面就有4層嘅鞋櫃位。客廳地板鋪咗大板柔光磚，搭配同樣柔和嘅奶茶色系家私。電視櫃牆有多樣式嘅收納層，方便使用。一開始玄關櫃後方其實間咗3尺嘅上格床，床側有埋吊櫃同開放櫃，下面樓梯位同側邊都可以用來做儲物。睡房用4尺收納櫃加架門間房，櫃嘅入面活動層板可以隨意調動，方便儲物。再睇下靠大窗嘅第一間房間，4尺儲物油壓床連3隻櫃桶，隔離再做咗個活動式矮櫃，門頂都有一組細吊櫃可以擺嘢。再同大家睇埋細房入面點樣安排，入牆式到頂衣櫃連櫃桶，側邊留中空做床頭櫃同叉電位。空間唔大，但都容納到4尺油壓床，確保瞓覺唔會唔夠位。油壓床底有2分層空間做收納，再加一個櫃桶。廚房跟格局做10尺 L 型櫥櫃，奶茶式櫃面做咗上深下淺，增加整體層次。櫥櫃除咗一般櫃桶外，仲配咗個調味料拉籃，方便又好洗。上方吊櫃儲物，同時都隱藏咗相對冇咁好睇嘅喉管。廚房再入露台位，可以曬衫同儲存清潔用具。收納喺櫃內則做咗趟門，方便之後放洗衣機都唔會擋住。小空間浴室推薦用摺疊趟門節省空間，右側做咗奶茶式洗手台連埋鏡櫃，櫃底吊高咗，方便清潔同避免積水。金框透明玻璃直角月屏做翻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